Sugihashi Professor，尊敬的Tohuro Professor，Yasuruki Doctor，尊敬的Inoue Mitsuyuki Professor，我很高兴在这儿见到你们，来日本第一次。今回は初めての来日するので、跟海科先生，我们认识已经快5年了吧，4、5年时间。4、5年前に私と初めて知り合って、今回は私たちも初対面です。我比较熟悉、比较认识的人就是 Sugihashi Professor and Tohuro Onogata Professor。我们在 Zoom conference 见过面。私以外に笠津先生よく知ってるのは助橋先生と大方先生です。1年ほど前にテレビ電話会議で招聘者として講演されました。大変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今天尊敬的教授们见面，我非常感谢，非常荣幸。本日は直接先生たちとҚазақ халқының өмірі көбінде соғыспен болды. Өйткені айналасындағы елдермен жерге, қалаларға таластар үнемі жүріп отырды. Бейбіт күндерінде жаңағы мынау Тарас қаласы, Тарас шыңшы. カザフスタンの歴史は сәулет өнері, Қазақстанда сәулет өнері өте дамыған. Мысалы мына көріп отырғанымыз бірінші сурет, бағанағы айтылған Түркістан, Түркістан шыңшыда 最古老的建筑，或者阿赫梅迪亚瑟里，就是不管是哈萨克，全土耳其人的精神领袖，把哈萨克人感到比较干燥的地区，对。这是那个俄国人军的。俄罗斯安排的。俄罗斯安排的。那时候也就是说这3个意思都已经没有这个实际的权利。对，第一次的是第一个方法就是强烈的军人的效力，然后第二个方法把俄罗斯的移民搬到哈萨克斯坦最好的地方给了他们，第3个方法就是他们的宗教可能是3个方式的占领哈萨克。1991年建立的哈萨克斯坦的独立共和国不是第一个共和国。第一个共和国就是他们建立的共和国，阿拉爽的。这个中间的就是阿里汗布贝汗，这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一个总统，可以这样给我们。这个是当哈萨克阿拉什共和国的国旗。右側の国旗はアラシ共和国の国旗です。那个绿色就是阿拉什共和国，就是伊斯兰教为主的。緑はカザフスタン全土はイスラム教文化のためで緑を使われている。那个黄是代表哈萨克斯坦的广泛的地图的意思土地的。黄色の意味はカザフスタンが保有する広い領土の意味を意味します。第3那个红色就是战斗，和那个为了独立，很多人牺牲流血的意思。赤い色は自分の国家を独立する外の敵と戦って血を流すという意味を示しています。这是巴尔德维克什当的他写的哈萨克第一共和国的选法。我们输了俄罗斯，所以日本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学习日本的知识、技术和一切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方向，科学、技术方向、其他方向，我们都要学习日本。所以俄罗斯共产党好多知识分子都关到监狱里了，都说的是日本的叛徒。
当時第一教科書图书馆找到的这个书，这个书里这个照片也存在，刚才照片。昨日私たちは午前共同大学を訪問して僕は立命館の暗い図書館でこの本を見つけました。この本の中にもこの当時第一共和国の指導者の写真が載せられています。以下都是哈萨克人和日本人之间的相同的地方，比如表示不管是我们的表现，以外，我们的传统的艺术也有很大的相同的地方。这是日本人，那是我们，活不死一样的。继续跟我们叫接地根一模一样。実施権と実施権カザフスタンの接地根。実施権接地根也相同。発音も似てるし、形もよく似てます。一般都是女人用乐器，这个叫日本就是西诺表，西诺笛还是叫斯布斯卡。スブスカと日本のこのシノフレとよく似てます。继续，这个叫东布拉。东布拉。看东布拉。ウルも东布拉。这是有个杜达。杜达比这个长一点，我们东布拉比较短一点。カザフの东布拉という楽器は日本の学习日本支持学习日本的还有一个伟大的哈萨克人，就是作家穆赫塔拉维斯，他在当时的《阿拜》杂志，这个《阿拜》杂志1914年吧，好像出版的杂志，那个杂志里穆赫塔拉维斯发表了日本，题目就是日本的一个文章。当时穆赫塔拉维斯提出这个日本是什么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前怎么样，不到20、30年，他们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很大的现在是一个发达的国家。我们哈萨克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和技术的话，我们也像日本一样，不到50年、30年之间，我们也可以达到一个成绩。这个为主的文章。穆赫塔拉维斯1957年10月来的日本，当时哈萨克斯坦在苏联的一个共和国，当时苏联政府派了3个伟大的作家来日本，其中2个是俄罗斯，一个是哈萨克穆赫塔拉维斯。日本记者就是新日本文学的记者采访穆赫塔拉维斯。私たちは当時新日本文学という雑誌の知道他记者的好多问题，但是这个新日本文学的这个杂志我们找不到，哈萨克斯坦没有。如果请各位专家如果知道这个杂志的话，可以交给我们，我们非常感谢。穆赫塔拉维是我们哈萨克斯坦人民最尊敬的一个伟大的人，这是哈萨克斯坦科学家的文学学院就是穆赫塔拉维斯的译名，穆赫塔拉维斯атындағы әдебиет институты，这个经济院也就是穆赫塔拉维斯译名的。中间的是什么？这是穆赫塔拉维斯的那个印象。纪念堂。对，这是穆赫塔拉维斯的印象。那个是南哈州一个大学，也是穆赫塔拉维斯的名。这是Райбек Марсеков，当时阿拉说那个领袖之一，他去了阿里汗布克汗让他去布拉迪瓦斯托克，布拉迪瓦斯托克当时有日本的大使馆，他把阿拉说他的一份邀请信交给了当时的布拉迪瓦斯托克大使馆，日本大使馆，要求这个信内容是这样的。日本帝国，请你们支持我们的工作，这个意思。这个专家就是日本专家，他研究是阿拉说达的历史，
哈萨克斯坦比较尊敬的外国专家就是这个日本学者。不能之前咱们也做对电视电话节目，那他有问题想问。当然どうぞ。今お話の中にあった、北海道大学の小山先生については、実は今から1年ぐらい前に北海道大学で私お目にかかりました。他是在1年前，他直接去拜访过那位北海道的教授学者。哎，很好。後で連絡先とお教えします。回头你不是还要带去在哪？回头这个斯科教授会把那个古山教授的联系方式。非常感谢。大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2つ目。第二点。もう一人ですね、ぜひ私として紹介したい人物がいます。他想给您介绍一位能对您很帮助的先生。で谢谢。その先生はこの立命館大学と同じ法人のもとにあるアジア太平洋大学に勤めておられるカザフスタンの出身のセリック先生という方がおられます。一位哈萨克人的这个学者叫塞里夫先生，他是现在英语管学园九州这个离这儿比较远，九州北部一个叫印度管亚洲太平洋大学任教，然后就是一个叫塞里夫的哈萨克教授，然后那个斯科先生想把这位哈萨克教授介绍给我，因为这个教授现在日本。谢谢。その方の名刺もその方には2年ぐらい前にお会いして名刺もいただいてますから、また後で、情報をお渡しします。他2年前曾经和这个哈萨克的这个学者接触过，然后也得到了对方的名片，然后稍后我会把这位哈萨克学者的这个联系方式告诉你。好，谢谢，非常感谢。セリック先生は今は先ほど申しましたように立命館のアジア太平洋大学に勤めておられますけれども、もともとは長崎大学の医学部で原爆という冊子ですけれども、立命館大学図書館と人文系文献資料室で1957年のものを持っているみたいなので、ちょっと先生がご覧になりたいところが見れるかどうか、この後ちょっと確認してこようかと思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貴重な情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吴新烈先生说，他刚才在那个网上快速的拿我们这个图书馆系统查了一下，这个应该能在我们图书馆找到。非常感谢，于是比如Dr.大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